早晨，早晨，又到禮拜日啦。嗱，今日咧，本來咧，老實講句，做我哋呢行都係咁嘅，活在當下，眼看未來。咦，你會問，咁冇回顧過去咩？唉，而家冇噶啦，而家環球金融市場日日新，仲睇過去嚟做乜嘢啫？係咪先？活在當下，眼看未來。嗱，當下最 hit 嘅係乜嘢？知唔知？AI 啦，唔使講啦，滿城風雨啦，過去呢2個月係咪先？啲板塊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啦。咁究竟係唔係已經踏入咗 AI 泡沫爆破嘅時期咧？OK，我個答案係 OK。雖然未曾去到100%，但係已經由醞釀到傳說到而家係。咁但係有幾多個 percent 咧？咁呢個慢慢去計數啦。OK，嗱，拉開呢個 AI 泡沫戰幔咧，知唔知由邊度同邊個開始啊？你估都估唔到啊！南韓 South Korea 由南韓開始，只不過大約係個零兩個禮拜嘅啫。嗱，南韓嘅股指叫做 KOSPI，踏入2026年，被瘋狂咁炒到上去8000幾點，OK。但係呢8000幾點咧，完全係好畸形喎。呢個南韓 KOSPI，佢嘅股指 OK 係靠兩隻最大嘅晶片股，一隻三星啦、Samsung 啦，一隻就係 SK Hynix，唔知中文我唔知佢點樣譯啦。OK，已經佔咗成個 KOSPI 股指超過一半，係50幾個 percent，52，有時就54最高。OK，嗱 Samsung 係佔27，而 SK Hynix 係佔25，總共52%。換句話講，你投資呢兩隻股就已經係投資咗52%嘅 KOSPI 股指嘅比重啦，已經係 OK 啦。近日 Samsung 同埋 Hynix 嘅都公布業績，知唔知點啊？好到冇朋友，真係朋友都冇，好到不得了。美國嗰間 Micron 喺2個禮拜前，亦都係升到冇朋友，升到1400幾蚊，而家全部都打晒落嚟。OK，而 SK Hynix 咧，趁住 SpaceX 炒到個股價最高嘅時候，佢就攞出嚟上市。OK，用嗰個價應該係大概149蚊嘅，佢哋計出嚟上市嘅時候。咁係總共集資265億美金，係成為美國有史以嚟集資最大嘅一隻 ADR。OK，咁咧係比先一輪唔知幾多年前啦，都阿里巴巴嗰下嗰鑊已經係非常之大，到而家都仍然係揸住嗰個紀錄係250億，但係佢而家265億更勁。爬咗上去第一位，咁即係話佢非常之聰明啦，炒到個最高價嗰陣時，及時上牌149蚊。咁啊，星期五 SK Hynix 喺美國嘅 ADR 收市係153.78，只係微升咗啲啫。OK， 149上市，收市係153.78，其實已經係唔夠啦，老實講句。OK， 咦 SpaceX 乜唔係更勁咩？ Elon Musk 呢個天人嚟喎。OK， 135蚊上市，即日嗰日6月12號升到上去200蚊之上，應該好似係話229嘅，但係跟住你知一路係咁跌，跌到星期五收市係幾多？跌破咗底價123.9毫半。好啦，咁而帶頭升到爆廠嘅 Micron 咧，
業績好到爆煲，最高升到1263，但係星期五你知唔知收幾多？845，跌咗30%幾。喂，佢哋係有晒業績嘅喎，除咗 SpaceX 之外，SpaceX 我一啲都唔使諗係話唔好掂嘅，因為佢唔係真正嘅業績出嚟，使到佢呢個股價咁高，135蚊上市，而係將個價係激高咗嚟到上市嘅，只係呃人啦。OK，佢呃咩人啊？就係呃晒所有美國嘅養老金、退休基金，呃晒啲老人家嘅錢。因為佢曾經幫阿 Donald Trump 做嗰個 Doge，OK，係通道向嗰啲公務員係炒呢個炒嗰個，OK，想慳錢，all right。咁嗰陣時咧，佢已經睇到咗好多秘密，就係呢啲基金以電腦程式，總言之邊隻股份入咗去 Nasdaq，佢哋就自動就將佢納入去佢哋嗰個股指上邊噶啦。因為咁 Elon Musk 故意將個股提高個價值到非常之高，亦都唔係話啲人睇唔到，但係啲人覺得，咦，佢都提得高得咁緊要，即係可以啦，即係第日會升到不得了啦，咁個個咧都係鴻鵠將至，基金就由嗰個自動系統係入咗好多 SpaceX， 而散戶亦都跟風，搞到呢隻股可以上市咧，就係招到成800幾億美金嘅 ，OK， 咁咧而家 Micron 亦都係炒到上去1263，就跌到落嚟845，但係佢哋全部咧，好似 Micron 咧都係個估值咧係下一季係仲話會 double 嘅嗰個業績好多，但係竟然都冇人嚟照顧，咁即係話咧可以話俾我哋聽。個市係好多大戶咩都唔理，係走緊鬼啦。OK， 係掟晒呢啲咁嘅 AI 股同埋 AI 呢個 memory chips，啱啱炒上嚟啫，就已經俾人掟到不得了啦。OK， 嗱，嗰個以上 Micron、SK Hynix、Samsung 全部都係公布非常之好嘅業績而不升反跌，同埋升一升就跌嘅 ，OK， 咁即係話真真正正個市係全部嘅大戶係走鬼啦 ，OK， 咁而家呢幾日吓，因為呢個 Elon Musk 咧有隻火箭話升空，但係突然間又延期，咁就係已經一個咁少嘅藉口，就將佢執到跌破底價啦。而南韓只有今日喺近呢一個禮拜 ，SK Hynix 同埋 Samsung 頻頻跌到停牌嘅喺南韓，因為南韓有個規例咧，就係跌過8% 就停牌。咁而家最近 Kospi 咧已經係喺過去呢一個月停牌咗幾多次，知唔知？20次。OK， 咁即係呢個咧係肯定個市係有問題啦。南韓股指壞在咧，頭先所講咧係集中咗喺兩隻 AI chips 嘅股身上，一共52%。咁當外資走鬼，當然係走呢兩隻啦，唔使講啦，係咁。所以南韓股市，尤其係基金同埋好多槓桿式嘅 ETF、槓桿式嘅呢個同 SK Hynix 買入嘅一跌就停板，停板跟住經紀就追加孖展，咁跟住就跌上加跌，好明顯外資尤其是係美國嘅投資係大手走鬼，咁相信咧係日後嘅後果咧都不看好。仲有一樣喎。南韓同日本係非常之相似嘅國家嚟嘅，其實日本嘅內在情況就更差比南韓。南韓就係俾嗰啲槓桿害到嘅，到目前為止，
咁呢一條槓桿如果搞翻掂咧，會唔會又回升翻咧？咁起碼個機會係比日本好好多。日本咧，日債嘅債息高企，日元嘅弱勢一蹶不振，美元對日元最高升到接近163，咁過去一週一路都喺162.20到70之間上下徘徊，係曾經呢個高市早苗同埋嗰個喺財政部嘅兩個就出嚟就呼籲，強力呼籲日本嘅 GPIF 嘅最大嘅養老金出嚟，將佢哋個 portfolio 由嗰啲投資去美股啊、外國嘅股嘅全部轉翻嚟日本嘅債券，但係我好肯定佢哋唔會做。日本嘅債券而家雖然係不停加息，但係始終都係比美國嘅債券嘅債息為低好多添。咁所以咧，所有嗰啲 carry trade 咧唔肯走嘅，到而家，因為坐喺度已經兩個息差已經可以賺錢啦，點解要走啫？咁咧，仲有一樣咧，就係日本嘅 GPIF 嘅養老金咧係有法律嘅管制嘅。唔可以係咁意就聽嗰啲政客嘅強力提議，就去跟嗰啲政客嘅話去做，因為政客睇嘅只係選票，只係睇自己嗰一任內啊，總之有表現就算啦。佢哋根本上一個不通啊，可以話係一屁不通啊！喺對股市同埋對經濟，咁所以咧係唔係好似基金嘅有專家後邊睇住，所以咧美國嘅聯儲局亦都係一樣，係全部獨立於政府嘅，可以唔理政府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嘅。呢個日本 GPIF 亦都係一樣，而且咧仲有咧嗰個手續係非常之繁複嘅。如果要改到，又要開大會，冚唪唥研究專家喺晒度，應唔應該將一個而家賺緊錢嘅 carry trade 而轉去變為冇錢賺咧？咁呢個我相信咧一定係做唔到嘅。所以而家個日元咧亦都救唔到。我睇個日元咧就會由162幾咧，好容易就去到163、165，係唔出奇嘅呢個。OK，咁政府咁樣強力出嚟，喊晒口出嚟叫去做，梗係唔做啦，係咪先？當然係唔做啦。所以咧，我睇日本呢一鑊咧，仲比南韓更加大鑊。OK，咁日股指數Japan 225喺6月中炒到上去73,400幾，而家星期五收市幾多啊？64,900，真係喊都無謂。美國嘅納斯達亦都一樣，5月底炒到上去3萬之上，而家星期五收市係28,587。其實全球嘅科技股嘅 AI 股都跌。OK， 到星期五為止都跌。好啦，咁反為美國嘅道瓊斯咧係比較好些少，雖然都係跌，但係跌好少，因為咧由近期嘅高點53,530咧跌到落嚟係52,158，濕碎啦。老實講句，有好多AI 嘅股係沽咗，但係走咗去呢個道瓊斯嗰啲真真正正做生意嘅，譬如電力啊，所有呢啲能源啊，係轉咗去呢啲咁嘅地方嗰度，醫療啊，所以嗰隻 United Health 咧係升嘅，其實係 OK， 就頂住嗰個道瓊斯嘅近嚟就係有啲咁嘅表現，美國嘅股市。而 Donald Trump 發動 Elon Musk 以 SpaceX 嚟集資。個作用咧就係連續3間一齊集資，就將而家嗰個債市冇人要呢啲咁嘅資金，希望可以轉移到去呢個 AI 科技股嗰度拍住一陣，係做一個美國嘅
投資嘅錨定物，暫時佢哋係想咁做，但係究竟會唔會到最後會做得到咧？咁啊睇而家個股市嚟講咧，就似乎好難啦。OK，咁呢個錨定物都唔掂，咁用乜嘢嚟錨咧？冇得好錨啦。你問我，咁係唔係 AI 科技股真的係要泡沫爆破？我話係 yes，雖然而家未曾去到100%，因為仲要跌，咁起碼都有7至8成，我覺得會。咁若然美國聯儲局忽然間話加息咧，就仲大鑊，咁就101%肯定啦。OK，嗱，3個大經濟體，南韓、日本加上美國 AI 嘅泡沫爆破，不欲觀之矣，估佢老味啦。係唯一嘅一招可以做得到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咧，其實咧仲有一個更加震撼嘅一個預測俾你哋。我嘅預測穩銀招數係不容錯過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非常之肯定喺現在環球金融市場上邊，今日介紹一顆未經切割嘅鑽石嚟，一粒天王嘅巨鑽。其實我喺上個星期已經一路係推俾我個盤房噶啦，咁今日先至有機會喺呢個視頻度第一個同你哋講，咁跟住成個禮拜咧，我都會講呢兩樣嘢，因為係非常之重要，越多人知越好，就會幫個市繼續去。呢個名字呢粒巨鑽就係加拿大。嗱，加拿大總理 Mark Carney 由於 Donald Trump 一開始就口出狂言，睇低加拿大不特止，仲喺高高在上邊侮辱加拿大同埋 Mark Carney， 唔止一次若言加拿大係美國嘅第51州，Mark Carney 係美國嘅第51州嘅 governor 嘅州長，而唔係加拿大總理。佢更不停增加個關稅向加拿大，係直頭高到25%，所有嘅運入去美國嘅貨品。咁仲有咧特別嘅貨品，好似 aluminium 啊、iron 啊，所有呢啲咧仲加到35%。咁而且咧無啦啦有啲乜嘢唔合佢意，佢就話要加到100%。咁分明咧，佢唔係講笑，係有意圖要咁做，要將加拿大據為己有。而家你見到佢想將 Greenland 據為己有，巴拿馬、古巴、委內瑞拉同埋伊朗呢一戰都已經係講明俾你聽，佢想做、想拿下嘅就係唔理你係主權國，唔理你係乜嘢，對美國有利，我要佢。講呢個格陵蘭點解佢要呢？因為我覺得美國好需要格陵蘭，所以我就要。咁加拿大亦都係一模一樣。可惜 Mark Carney 唔係一個普通人，曾經喺兩個國家嘅央行行長，一個係英倫銀行英國嗰邊嘅，一個就係加拿大本身，兩個喺英倫銀行嘅時候撞啱呢個係脫歐嘅。係呢個 Brexit， 佢做得頭頭是道，而 Bank of Canada 咧，佢唔使講啦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嗱，佢一睇，原來加拿大自己個國家係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一路就依附住美國，俾美國攞好多便宜，而家咧仲根本上當加拿大係美國嘅。予取予攜，而且係根本上係語出侮辱所有嘅嘢。咁咧，再睇清楚，原來加拿大有好多資源喺手度，石油、LNG 呢個天然氣、礦產呢個 aluminium and iron， 仲有啲稀土添，同埋連油啊，呢個做核子嘅油佢都有，鋁同鐵。黃金亦都有好多金礦喺度，農產品、木材、電力都係完全由加拿大供給俾美國嘅城市，
including 紐約 ，OK， 仲有 canola oil 啦，大家都知道呢隻咁嘅油啦，係咪先？咁同埋咧製造業，再加上咧人才係非常之鼎盛，大家都知道咧 AI 呢一個咁重要嘅產業，最緊要就係個電力啊，而加拿大有晒，所以咧而家連沙地阿拉伯咧都走過去喺加拿大度會建廠做嗰個 data center 啦。其實好簡單嘅答案，美國好需要加拿大。而調翻轉加拿大可以唔要美國都可以過得非常之好，但係要做好多嘢，所以佢一直所做嘅，我已經喺我啲過去成個幾月嘅視頻地向你哋報告咗，呢度唔夠時間講咁多噶啦。佢走遍全球推銷加拿大頭先以上所講嘅資源同埋產品，係代替咗俾美國 ，OK？咁咧到最近嘅呢個三國嘅條約，美國、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商業協議係 USCMA， 喺美國就係叫 USCMA 嘅，喺加拿大就係用加拿大排頭嘅。咁呢個貿易協議咧已經幾十年噶啦 ，OK？Donald Trump 忽然反台唔肯簽，即係同伊朗嘅核子協議一模一樣。仲威脅要增加關稅，如果你唔聽話就咁。Mark Carney 冇法子，默默耕耘。上星期一路過去嗰個幾月佢做嘅嘢，我已經喺所有視頻講咗，唔想複述。但係最新鮮熱辣嘅，啱啱過咗呢個禮拜嘅最後嗰幾日，星期四、星期五公開探訪沙地阿拉伯，成功簽錯咗好多貿易合作嘅協議，喺所有嘅投資領域上都有，直接投資落加拿大嘅基金亦都有，全部係簽得非常之妥當。原來加拿大根本上自己都屬於係產油國嚟嘅，不過就一路咧嗰啲油咧一挖出嚟咧就透過條管道就同埋啲 LNG 咧就俾咗美國，咁美國咧平價攞咗又拎出嚟賣又得，用又得，所以咧一路都係攞咗加拿大嘅便宜，而加拿大亦都好順從，唔知點解咁多人總理都順從係做咗美國嘅附庸國，可以話係。咁而家所以你見到咧油價上升，加完就升。過去呢一個禮拜油價因為 Donald Trump 再試拉開對伊朗嘅戰爭，啲油價又再由69個幾升翻上去81個幾，你加元亦都跟住升，油價升，加元就升。OK 嗱 ，Mark Carney 咧係講實際、講信用，唔會好似 Trump 咁樣咧 tackle 簽咗個嘢可以撕咗，亦都咧係玩死你咁滯，係要威脅你呢樣，威脅你嗰樣。咁咧即係話 Mark Carney 同加拿大全線都比美國為佳，於是不論美國嘅盟友、歐盟、英國、印度、澳洲、日本、南韓，仲有中國 ，OK？ 中國同加拿大嘅關係係非常之差，自從孟晚舟嗰單嘢之後，但係佢竟然去到搞掂埋，係將 EV 就運入去呢個加拿大嚇。而家暫時係每年49,000架，但係已經講到明咧會一路增加噶啦。咁咧，而且咧而家係光天化日咁搶走晒美國嘅盟友，向全世界推銷投資同埋貿易。星期六向全球聲明係反美同美國反目 ，OK？ 直頭講到明反目 ，OK？ 呢個係啱啱先發生嘅啫，係尋日 ，OK？ 喺個零禮拜之前已經強力推薦買加元，當時美元對加元係1.4225，尋晚收市幾多啊？1.4025，跌咗200個基點，代代平安。嗱，我睇美元對加元咧，喺現時咁嘅狀況睇落去咧，我係睇1.3500。
嗱，尋晚收市係1.40廿幾，即係話咧仲有500點下邊睇，係未完嘅，係逐步逐步睇。因為如果一路咧加拿大喺現時嘅走勢同狀況做落去咧，就肯定會落翻去1.3000，係一啲都唔出奇。其實不久之前咧，呢個美元對加元係1.22幾嘅，係 OK。咁我而家暫時先睇1.35，睇住加元會升得幾多？佢個升速咧係慢慢逐啲，好肯定係有大會喺後邊，一見低就買，一見低就買啦。OK，咁咧，所以我睇咧就如果睇嗰張圖咧都非常之明顯，最近叭一聲由1.3升到上去，最高1.2幾。跟住咧一個大彎落嚟，呢個彎咧仲有排向下走嘅。如果睇圖表嚟睇，咁1.35絕對係可以到。咁咧，而且加拿大有咗 Mark Carney 喺度咧，成個國家終於經過咁多年以嚟，60-70年以嚟揾到自我嘅價值，而且仲輕易奪取埋美國嘅盟友。而最緊要嘅就係中東所有嘅產油國都會係站向加拿大呢一邊。咁我一路都講係東升西降，係咪先？但係而家暫時都係東升西降，但係就加多一個係加升美降，加升美降。repeat，OK？記住呢4個字，今年下半年係非常之和味，淨係加升美降。咁以投資嘅角度，好簡單，你買一個生氣勃勃嘅國家，一粒未割切琢磨嘅鑽石，定係投資喺一個奄奄一息嘅國家，美國負債累累，兩個國家，你如果將啲錢投資，你投資邊個咧？唔使我講啦，係咪先？嗱，今日呢兩個 tips 咧，一個 AI 嘅泡沫爆破，同埋呢個加拿大，我哋要及到實。任何嘅投資貨幣都好，我都會係暫時轉向加拿大。而家先至係開始嚟啫，所以係及住呢一個咁嘅未曾經過琢磨嘅鑽石。OK， 今日講到呢度咧，就說聲拜拜。